嗱，自家做出嚟個雞咧，別分擔咗嘅後雪，做出嚟咧，乾脆煨生肉양煨炒茄醬。哇，喜姐準備咗咁多材料嘅，今日整咩靚餸食啊？今日咧做一乾個雞一下，相識嘅等你食翻啦，搵日做啲乾個雞一下，別分啲韓國後雪哦。嗱，今次咧都做俾食啊嘅吓。好喎，好喎，好想試下。下個人做一些，做出嚟咧乾脆煨生。咁準備好咧，有雞翼啦，有蝦啦，嗱，還有豆腐。還有薯仔，加啲洋蔥，啲雞翼咧係使兩班嘅，又容易熟又容易入味，行得啦。啲蝦咧佢係起一啲皺褶嘅，整一條起蝦身嘅就得啦。啲雞翼整嘅時候咧，你就開始用自己嚟醃乾咗水嘅，啲蝦公都一樣，有水分你睇醃乾下嘅。買乾水咧，啲雞翼啦蝦公咧都係放啲生粉嚟，咁咧好容易整透。硬老哥咧出可以準備整下嘅，大家準備好啲材料咧，係真係整下嘅。咁咪出唔炸啦嘛，半整炸然後放多啲隻肉啦，是得啦。嗱，用嘅咧是趁到攞啲薯仔整下嘅，放火嚟慢慢整，就唔使按到肉炸。嗱，啲薯仔咧，整得佢咧四面都金黃咧，你就可以夾放落啦。嗱，整得佢熟嘅睇位薯仔嘅嗰強鮮咧，嗱，整啲薯仔咧，繼續可以整啲雞翼嘅，整得佢金金黃黃，整熟嘅就得嘅。嗱，啲雞翼咧整得佢兩邊金黃咧，就可以夾放落嘅，熟透嘅。嗱，更加咧就整一啲蝦嘅。蝦這個容易整，本顏色是熟的。嗱，啲蝦咧都已經整好了，出嚟夾翻來，整到整起啲ăn到肉，唔要浪費ăn到肉啊。大家咧即係包好啲薑酸嘅，嗱，即係夾攞啲洋葱落嚟，把洋葱咧炒出一香味來。又係啃嘴乾果醬嚟做喎。嗱，點解乾果醬咧要兩種香味啊？嗱，要緊微辣啦，要個醬香啦，醬香咧適合咧撈牙就到食得。嗱，點解乾果醬咧要攝種配料嘅喎？做嘢之後放翻嘅，佢做乾果海參啦、乾果肉類啊、蔬菜類啊，亦醬醋夠甜。嗱，要冷防腐劑、冷人工設施、冷防脂肪酸。嗱，用啲乾果醬咧，做出嚟咧，即撈牙就到放心食用。哇，而家打開嗰都聞到啲香味啊！包香啲洋葱咧，即加3束乾果醬嚟。幾味嘅材料咧，可以用3件啊，梗係都可以加3束。放落之後，即刻叫做炒香一嘅，佢炒其實食晒香味嚟嚇。成屋都炒。炒香咧，就可以多啲雞翼下啦。薯仔啊，只都埋落嚟啦，最少先炸豆腐，慢慢炒完下嘅。哇，味透都爽來啦！嗱，乾果醬咧，其實咪放水去啊吓，乾果醬咧即係乾咧揀做出嚟咧得好食嘅。炒香咧，即可以加啲芹菜落嚟，加啲芝麻落嚟，有人其實可以起鑊嘅，大家都可以起鑊咯。哇，你睇下，好正啊！試下個乾鍋先。好入味，好香，超級好食，正。係咪必須俾人過後食？個出味好食好多，超好食啊！想食乾果咧，自家出下做咧，都可以做出翻針香味。自家做出嚟咧，乾葱煨生肉食味啦。睇下中意就點讚支持一下哦。